喂喂，哎，什么？OK OK OK OK，我们要关掉的。还有吗？那你不会？
赞美主哦 ，OK， 好，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好 ，OK。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预备礼，请大家亲诵主在圣殿中。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而制成。接下来，请弟兄姐妹们静下心来，我们做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的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悦，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着诗歌敬拜，你真伟大。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变
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儿子将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以使徒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共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祈愿文，今天的祈愿文在诗篇127篇，诗篇127篇。
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在一起，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接着公祷，请弟兄姐妹参走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信友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为欧洲国家奥地利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都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区教会来祷告，罗东卫理堂周明前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也为我们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给他们工作尽都顺利。主耶稣，深愿你赐福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所赐的福，使我们富足，并透过我们及我们所做的工作，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经历你所赐的奇妙恩典，品尝子恩的美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接着我们来同诵主祷文。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圣道礼经课，我们请蔡嘉信弟兄为我们来攻读。今日旧约经课有2处，在路德记第3章1到5节及第4章的13到17节，在旧约圣经的264页。路德记3章1到5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侄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搏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过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第4章13到17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
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第二处经课在希伯来书9章24到28节，在新约圣经246页。希伯来书9章24到28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阿们。谢谢嘉庆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读经。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2章38到44节。马可福音12章38到44节，新约54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寡妇进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些养生的都投上了。”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正道假意以真心，我们请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早上的这一首诗歌其实是一首很美的诗歌，也是敬拜上帝的诗歌。我们的诗班即将要开始他们的服事，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预备好，那即将我们要有诗班的服事。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只有诗班来服事、唱诗敬拜，而是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敬拜的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把这一首歌67首，这个心灵粮诗选67首，我们再来唱一次好吗？好不好？让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用诗歌来敬拜他，用感谢和赞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唱67首，这个投影片上面也会有或者是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诗歌本67首。这个不好意思临时 Q 大家一下，67首，你真伟大。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唱好吗？因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让我们用敬畏的心
来唱这首诗歌67首，你真伟大。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我想到神竟远差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不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当主再来，万物生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天空的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再次来，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为我们今天早上在这边做礼拜，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做礼拜的时候唱诗。各位知道，其实有一些歌曲是相当吸引人的，而且是有它的典故在的。各位知道，在唱那个弥赛亚曲的时候，唱到最高潮那个哈利路亚的时候，其实都是要站立的。各位可能不晓得说为什么要站立，因为第一次在英国演出的时候，这个英国国王在听到这个哈利路亚合唱的时候，他人就站立起来。那国王站立起来，当然身边的大臣当然都要站起来了。为什么那个要坐着？国王都站起来了。后来记者去问国王说：“为什么你要站立？”他说：“当这首歌演奏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上帝的仆人，我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我的心里面是敬畏的，我的心是战惊恐惧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站立敬拜也是我们的一个向上帝献上一个敬畏跟感谢赞美的一个表现。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诗歌的当中，我们也透过诗歌敬拜，我们也透过我们的行动来敬拜上帝，让我们的崇拜不是只有一个形式上的，而是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言语、思想、行为，包括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来敬拜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真的哈，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啊。最近各位可能知道我们国家的政策，这个一个很好的政策，领了5倍券，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都领到5倍券了啊？应该很多人都有领到了。那有一个老伯伯，他就领了5倍券之后，很高兴，这个国家领了给我钱了啊，那他就去牙医那边就去做假牙，好。然后做了假牙之后呢，做了牙齿之后，然后要付钱了。那付钱当然很高兴，就把钱给出去。然后牙医也很高兴，收了钱进来。但是牙医一看，哎，这个5倍券是假的啊。然后他就把那个阿伯就抓住了，哎，这个老先生你怎么可以给我假钱呢？你怎么把假钱给我？结果那个老伯伯说什么？他说你帮我装的是假牙，我怎么会给你真的钱呢？这样了解意思吗？啊？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哎，你给我装的是假牙，如果是真牙，那我就给你真钞啦，当然是这样。可是其实并不是哈，虽然是假牙，但是它其实是真的有功用。装了假牙是让那个阿伯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比较好咀嚼，所以是功用，而不是因为它是真的或假的牙齿。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个虽然给我们的这个装的东西是这个假牙，但是是帮助我们可以咀嚼的啊，所以它是有真实的功用。所以应该还是要付真的钱啊！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华人很可惜的地方是我们常常很吝啬于，或是很不太愿意去称赞别人。我们常常在考试的时候都是喜欢用负分的，或是扣几分扣几分。我们很少用肯定跟赞美跟鼓励去肯定别人。但是我们要学习用肯定、赞美、鼓励去帮助人，让人可以得帮助，帮助别人，自己也得帮助。我最近看到有一个这个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现在很多人喜欢用红布条，然后去凸显一些东西哈。你看这个，它下面写什么？楼上的头发很会剪，可能楼上是一个理发厅了哈。那楼上写什么？楼下的咖啡很好喝，不晓得是不是老板同一个人，所以他2个都用这样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是什么？当你彼此的互相的这样的褒奖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真的做得很好，做得很棒，然后你也自信心也因此而能够来显出来哈。所以其实能够给予别人肯定、赞美、鼓励是好的啊。所以做完头发，下去喝个咖啡不错，2间店都是得到益处。喝咖啡完之后，我去剪个头发很好。所以如果你帮助别人的时候，肯定别人、赞美别人、鼓励别人，你也相对可以得到肯定、赞美跟鼓励。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北卫理堂，那时候我还在那边做协理牧师的时候，那有一次我趁着我的主任牧师不在，我就跟我们的执事们在开执事会的时候，就跟我们的执事们讲说，我们华人很吝啬于去肯定、赞美、鼓励别人。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你跟你身边的人肯定一下、赞美一下、鼓励一下，然后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跟他，如果他今天是做这个教育执事，你肯定他，哇，你教育执事做得很棒啊！你如果他今天是崇拜执事啊，你的崇拜带领得非常的好。如果可以的话，多有一些肯定、赞美、鼓励。那时候这些执事们，他们感觉怪怪的，因为很少有肯定的、互相肯定的机会。但是当他们肯定对方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作被肯定了，生活被肯定了，我们所做的一些的事情被肯定的时候，他觉得我所做的是很有价值的，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拿薪水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拿收入的。我们所需要的是彼此的肯定、赞美跟鼓励。当然彼此赞美、肯定、鼓励很重要，同时也要把荣耀归给上帝。
但是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是你会肯定别人、赞美别人，你就会肯定赞美上帝。如果你从来不会赞美上帝，那又很可能你不会赞美跟肯定别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肯定别人，也知道怎么样去赞美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跟这个奉献很有关系哈。那每一次要提到奉献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可能又开始觉得有压力了，因为好像讲到奉献，教会里面开始又要觉得是不是又要这个牧师要求大家要奉献呐哈，或是有一些的事情要发生。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奉献我们需要回到一个最早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奉献？包括侍奉也是。为什么你要去服侍跟侍奉？很多人不晓得服侍、侍奉跟奉献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你的服侍跟侍奉跟你的奉献是同样的一个动机跟态度。你的根基是从什么地方出来？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眼光，也不是要得到人的肯定，而是要得到上帝的眼光，而是要得到上帝的肯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希望别人肯定我们所做的，但是不是很需要上帝肯定我们所做的。我们只在乎人怎么看我们，但是不太在乎上帝是怎么看我们的。我记得以前在有一次在这个88水灾的时候，以前我们可能10年前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在10年前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个88水灾的情况，所以在那边当时有很多人去投入服务在那个地方，投入服侍在那个地方。当然有很多人是真心的在服侍当地的人或是受灾的人，但是有些人叫做在后面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凸显他自己，或者是来荣耀自己。比如说有些人，我不是说传福音不好，千万不要误会牧师要讲的。很多人在服侍的当中，他并没有去真正去帮助到别人，或者是透过他的服务去服务别人，而是一直去问人家说你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信耶稣。虽然感觉上好像他很敬虔很好，但是在不适当的场合里面的时候，做即使是对的事情，也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应当怎么样来行，才是真正让上帝得荣耀，然后让人也得帮助。不是我们自己夸耀自己，或是我觉得自己能力很强或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在38节的地方，耶稣对这一群人是很有意见的。耶稣对这群人很有意见，这些人叫做文士。那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文士都是坏人哈，其实文士他们是最懂圣经的人。早期我们没有所谓的印刷术的时候，通常都是由文士来抄写圣经。那抄写的人，他不但是抄写圣经，而且他要懂圣经。所以他懂圣经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是要解释的，所以他们又有解释圣经的权利、权柄。所以当时的文士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人物，很像是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或者是牧师，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主日学老师。像这些人，他们都对圣经有解释的权柄跟权威的。然而耶稣在讲这些话之前，就是有一个这个文士，他就来挑战耶稣了。他挑战耶稣什么？他说律法中最大的还有第一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就回答他说，律法当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圣经上面提到说，这个文士他是来试探耶稣的，他并不是真心要来寻求一个答案或是寻求帮助。所以很多人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去探看耶稣到底你有多少斤两。所以耶稣提醒这些跟着他的人，跟着他的这些的学生，跟着他的门徒这样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38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38节，一起念来。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亲爱的弟兄姐妹，穿好的衣服或是穿这个正式的衣服不是一件坏事啊。像今天是圣餐礼拜，所以牧师要穿袍子啊，这个是必须要的。好，然后在街市上问人家安，或者希望人家问安，彼此问安也都是好事。那为什么耶稣会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
各位如果知道当时的背景的话，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他们的拉比跟老师，他们很喜欢很常穿这个叫做长衣或是长袍。那穿长衣长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穿长衣长袍的时候，你的动作不能很大，你必须是要很谨慎、很庄严的去走动啊，包括你走路的时候要很这个漫步的啊，不能够太快的，不疾不徐的，你的动作不能太大，你不能够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动作，会让人家觉得这个不够庄重。所以庄重的人穿着长衣的时候，他是很少动的，或者是很稳重的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喜欢穿长衣，为什么呢？因为让人家感觉他是一个很稳重的老师，就好像很多人喜欢穿一些比较特别的服装或是制服，好让人家觉得他很凸显，跟别人不太一样。而且这一批人他们又喜欢在街上让人家问安说啊，让人家可以看得到这些人。各位，其实服装外在的衣服上面当然是很重要，我们不能够说外在的衣服不重要。但是并不是因为你外面的衣服而显示你这个人是不是什么样的角色，或是就是什么样的角色。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在阳明山我们的牧职进修会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各位知道牧师比较胖所以胖的人怕热，所以怕热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是做完礼拜的时候，正是在上课的时候 ，OK， 那我就把衬衫给脱下来把那个小礼服脱下来，然后换一般的衬衫或是衣服就穿上去。结果下课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你这样穿人家怎么知道你是一个牧师啊？我心里面突然想说，我就算不是穿这一身衣服，我也是牧师啊，不是因为我穿了哪一件衣服才是牧师，不是因为我的外在穿的东西而肯定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当然我不是要为这个衣服乱穿脱罪，不是这样不是叫大家说大家做礼拜的时候随便乱穿，不是的。做礼拜我们是很谨慎的，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做礼拜，所以我们一样要穿好的，要穿这个正常的服装，整齐的，这样就好了。但是在某些场合、某些时候，不一定我们有机会可以这样去穿着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马祖牧会的时候，各位知道马祖是战地希望我们明年有机会可以去马祖去探宣一下，期待这样因为那边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可以让大家去看。那我也期待明年可以有机会可以办这样的探宣。好，那我在马祖牧会的时候，曾经有发生过一个案件，就是各位知道那个在前线打仗是很危险的，所以曾经有过一个阿兵哥，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他在这个步靶的时候，在步靶场的时候，被另外一个阿兵哥用枪给贯穿了整个身体，后来就死了。那各位如果去马祖有机会去马祖玩的时候，就知道其实马祖南竿岛就只有一个教会。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个礼拜堂牧会，那各位知道其实礼拜堂只有一个牧师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有很多事情你必须要从头到尾要做，包括有时候打扫整理也是要做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是穿个汗衫，然后穿个短裤，就在那边拖地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司令部就打电话来了，说牧师请你来帮忙一下，我们有一个弟兄已经倒地了，已经没有办法了，请你来协助一下做这样的事情。怎么办？时间不容许我要穿好衣服再去，我只能够这样就去了。但是不会因为我穿了汗衫穿了短裤去服侍这个弟兄，我就不是牧师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只希望是那个外在，那个外在看起来好像你要像一个牧师，但是事实上即使不是穿那个衣服，我也在执行那个工作，我也还在服侍这样的事情。所以不是因为你穿了衣服才会受人家的肯定。但是这些的拉比或是这些的文士，他们很喜欢人家看到他们穿长衣。各位，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会这样，他们会穿特别的衣服去辨识，让人家发现他们是很敬虔的人。比如说有一群就是佛教有一群当中有一群人，他们会特别的穿蓝色的衣服，辨识度很高的，让人去知道这一群人他们就是某一个教派或是宗派的这个人物。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管我们今天是在什么角色上，不管我们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都能够来服侍上帝，都能够来荣耀上帝。不是只有哪些穿这个长衣的人，或者穿特别衣服的人，他们才来服侍上帝。不是只是要得到人的眼光，或是得到人的这样的肯定，才能够叫做我在服侍上帝。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们一样仍然能够来服侍上帝的。好，所以有一个叫陶树的这个人，他说法利赛人让人可厌恶的地方是他们有信仰，但是没有爱心。所以千万不要误会法利赛人是坏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读经的时候都认为法利赛人是坏人，其实他们不是坏人，他们是很有信仰的人，但是他们有信仰，但是他们却没有爱心。所以耶稣没有斥责法利赛人他们的教训，但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效法他们所做的，他们的精神才是不应当去效法的。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凡这些法利赛人或是老师们所教导的，你们都要去遵守，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教导别人，但是自己却不能够被教导，自己却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行。39节他说，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还有宴席上的首座。很多人喜欢到宴席当中去坐在那个最大的位置上面，或是首桌的地方，来代表或是凸显他的身份跟角色。这是当时的这些的文士，或是这些的法利赛人，或是这些的祭司，他们很喜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要来凸显自己，让人家看到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当你在服侍的时候，如果没有被人看见，你会心里面会有不舒服或不安吗？或者是觉得好像我希望所做的事情是被人欣赏或是看见的？当然我们刚刚讲说要肯定赞美鼓励人，这是需要的，但是目的不是为了要得着这些的肯定赞美鼓励，而是要透过这些的服侍来服侍人，让人得帮助。如果我们的焦点错了的时候，很有可能连这个整个方向都是错了的。好，所以德瑞莎修女这样说，她说信心的果实是来自于爱，爱的果实源自于服务。所以服侍才是你的爱的源头，才是你爱的原因，因为你愿意服侍人，愿意爱人，愿意来帮助人。德瑞莎修女在印度50几年的时间，有人问她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服侍这么长久的时间？德瑞莎修女这样的回答，她说，我看到的不是瘸腿的、瞎眼的，我看到的不是长大麻风的，我看到的不是那些濒死的人。他说，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那里。当我看到我的主在那里的时候，我岂不愿意去服侍他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侍不是因为我要得人的肯定跟称赞而去服侍，而是因为从这个人的身上看到基督在他的里面，而我服侍他就是在服侍我的主耶稣基督。愿上帝帮助我们，信心的果实是源自于爱，爱的果实是来自于服侍。所以教会里面我们讲的不是你要得到人的肯定跟称赞，或是像世人一样，你要成为一个很有名声的人，并不是这样，而是你的服务跟服侍是对人有益处有帮助的，自然这些的肯定跟称赞就会随着你。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很多一些有名的使徒，包括像巴拿巴这些人，他们都是因为服侍人，以至于他们在教会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名声。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提到说，爱人不可虚假。很多时候我们去服侍人，去帮助人的时候，是表面性的，或者是只是选择性的，我只要服侍哪些人，或是不服侍哪些人，或是我只要让谁看见，或者是不要让谁看见。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真实的心来去服侍，而不是只是为了要使人能够看到我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曾经有过一个员工，他这样讲，他说，我做事情我不是像别人一样我不是要让别人看见，他说我只是要让老板可以看到而已。知道那个意思吗？其实他还是一样要让老板可以看到，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不是要给别人看到，而是真的是要让上帝能够看见，
上帝看见我们所行的，上帝知道我们所行的，即使别人没有看到，我们仍然能够真实的跟真切的去对待别人。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只是要让人看见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就是假装的，或者是虚假的。好，耶稣更进一步的来提到这些的文士他们所做的40节，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常常给自己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在哪一个位置上，很有可能我们就会做这样的事情。40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40节的地方，一起念一下40节，一起念来。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各位知道，在当时古代的时候，其实寡妇或者是一些的妇女，或者是儿童，或者是年纪比较幼小的人，他们其实是社会上的弱势。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孤儿寡妇是上帝所看顾的。那这些的寡妇，他们的维生工具或是维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状况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另外一个是穷的寡妇，不是所有的寡妇都是穷的，有一些寡妇她可能会继承自己的丈夫的家业，或者是继承自己的家产，他们也是很有钱的。但是有些文士或是有一些这些的服侍的人，他们会去做一件事情，他们会去到家里面为这些人去做很长的祷告，然后去祝福这个家庭，然后希望能够从这个有钱的人或是有钱的寡妇的身上去捞一些的好处。所以耶稣提醒说，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这些人他们去服侍是有目的的。所以刚提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跟知道我们的服侍是从什么样的动机去出来的。这些的文士他们去服侍人的时候，他们常常做很假意的长的祷告，好让人家觉得哇，你看我都多祝福这个妇人，多祝福这个寡妇，好让他能够这个多捐款、多捐献，或者甚至是包红包给这个文士。很多人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他说侵吞寡妇的家产，然后耶稣提醒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不算政治，在法律上有一个这样的词叫做腐化，知道吗？腐化、腐败。腐败这个词，它的定义是这样：你透过你的某一些的身份或职务，去获取一些你不应当得着的这样的利益，或者是不应该去获得的好处。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拥有的权柄是解释圣经的权柄，是上帝赋予这些人他们能够有解释圣经的权利。然而当这些人他不是用这个来忠心来服侍上帝的时候，如果他用这个来去获取更大的利益的时候，就是这边要表达的意思。有很多人他们喜欢牧师到教会到家里面来探访，然后为牧师为这个人祷告，或者是很多人喜欢弟兄姐妹到家里面来能够来关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清楚知道，如果我们关心的不是当事人，而是他的钱的时候，那恐怕我们的动机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了。这个蔡松惠牧师刚好把这个图给画出来，各位知道它上面那个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主日的时候唱主牵引我这个唱的好像很敬虔，对不对？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候是钱牵引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做基督徒的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是在做什么？礼拜六礼拜天是叫做预习，或是叫做练习赛。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时间都是我们在真实的基督徒生活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你在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在那边唱主牵引我，上帝牵引我，然后其他的礼拜一到礼拜六就是钱来牵引我，不是这个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是谁在牵引你，我们的生活跟生命是谁在掌权的。所以个人应当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能够查验自己所做的，到底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有红包，因为有人这个给我奉献，所以我才去服侍他吗？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好像这个牧师不应该去收人家的奉献，或是弟兄姐妹去服侍人的时候，如果对方有一些好意不应该去收。
我们要去省察跟查验自己的行为，你为了什么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各位知道长老教会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顺口溜，那个是用台语讲的，他们是这样讲，他说：地狱乌噜噜，专关长老教牧师。听得懂意思吗？地狱是黑黑的，关的全部都是谁？关的全部都是牧师，关的全部都是这些的长老。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第一线都会特别容易去接触到这些的这个试探，或是这些的试炼。上帝帮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查验自己所做的，查验自己的行为，我是为了什么去服侍？包括弟兄姐妹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是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去服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还是为了真的要去服侍人？这个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叫做饥渴慕义，两个义不太一样的。饥渴慕义跟饥渴慕义是不太一样啊。那个义是这个是钱的义哈。上帝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说要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但是很多人的饥渴慕义是什么？我希望钱更多、更多、更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服事是为了得着好处，还是真的为了服事上帝？看到对的事情的时候，你愿意这样去投入跟服事，是什么样的情况才是你真正的动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常省察自己所行的。当然要常常谨慎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好像没有我不行。服事当然我们要很专心的投入，跟真心的投入，但是也不要把自己变成是好像非我不可。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懂得怎么样在适当的时机能够全心的投入。但是当上帝拣选一些更好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怎么退下来，能够让别人成全，能够成全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得帮助。好，所以侍奉跟奉献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不是因为你的这个你是一个资深的基督徒，所以才要服侍，不是因为你的才华，不是因为这个别人的鼓励，不是因为牧师叫你要这样做，也不是因为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侍奉是来自一颗单纯奉献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的侍奉跟奉献是一样的。当我的奉献能够在上帝面前是真心的，我的服事在上帝面前也应当是真心的。服事跟奉献是一样的心志，在上帝面前，上帝看重的都是一样的。好，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部分的时候，真的就是讲到钱了。好，前面可能我们讲到的都是一些行动的时候、行为的时候，但是讲到钱的服事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在圣殿的当中就看到有一个寡妇，穷寡妇，这个人他往奉献箱里面投了2个小钱，圣经上说就是1个大钱。那个意思是什么？今天这个寡妇，这个穷寡妇，按照他们当时的社会福利，还有当时的一个社会的关注的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穷人家，他可能他一天的需要大概就是2个小钱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好，所以通常这一天的生活费用就是这个2个小钱，特别对一个穷寡妇来说，这是他一天的生活所需的。但是当他今天来做礼拜的时候，当他今天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他把他今天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投入在奉献箱里面。对一般人来看，这个在数量上并不是一个大的量，因为有更多有钱的人。如果我们看这个图片的话，旁边还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会带着钱囊或钱袋往奉献箱里面倒。倒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铜制的那个箱子，所以都会有这个钱币的声音会在里面，所以只有2个声音，投2个小钱只有出现2响而已。但是有很多人是带着一大袋的钱投进去的。对量来说，这一个穷寡妇不是一个大量的奉献，然而耶稣说他所奉献的比所有的人都多。各位如果知道古代在做奉献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心志的，就是要将初熟的果子来尊荣给上帝。所以所谓初熟的果子，就是把最好的献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好？对这个穷寡妇来说，她今天的所有的生活费用就是她可以给出去的，她今天所有的一切就是这2块钱。但是这2块钱她给出去的时候，她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搭公车了，
他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吃到一碗面了，他今天可能要禁食祷告了，他今天没有任何的花费可以使用，他必须要把这个钱给出去。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他是带着给小费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牧师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吗？给小费是什么意思，知道吗？给小费就是，我觉得你服务的很好，我觉得你服侍的很好，我今天来这边享受很好，所以我多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奉献不是给上帝小费啊，奉献不是要给上帝小费，知道吗？不是你来要给上帝小费，说，今天上帝祝福我，所以我给上帝一点小费，不是的。奉献是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因为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了。所以出手的果子献给上帝，是为了要把从上帝那里获取的能够来还给上帝，尊荣上帝，让上帝有更好的使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奉献不是为了要来让人家凸显说我是一个敬钱人，奉献是为了要让上帝能够使用这些钱做更多的美好的事情。所以马可福音12章4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乎的不是量的多，而是在乎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心是不是全然的奉献在上帝的面前，还是我们对主还有所保留，还有一些的存留在自己的心里面。但是当牧师讲这个，不是要跟大家施加压力，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确实会有这些挣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就是曾经有过一次，我听完奉献的讲道之后，知道我的口袋里面，右边口袋有一张1000元的，左边口袋有一张100元的。然后听完之后很感动，我就觉得哇，今天我应该是要奉献，把我的所有的全人都奉献给上帝了。我理当应该是要拿那个1000块的奉献出去，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奉献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把那个100块放进去。对我来说，哇，1000块，这是我的一个礼拜的生活费用，我万一投进去，神学生其实没有什么钱那时候还是神学生的时候，我1000块投进去了，我这个礼拜可能就要吃土了，知道那个意思吗？要常常讲吃土，1000块丢进去，我可能要吃土了。可是对心里面的挣扎就是，上帝告诉我要全然的献上，可是我如果给出去我就没有了，那个挣扎其实是会痛的。有一个传道这样说，他说如果奉献不会痛，就不是奉献了。听得懂意思吗？奉献如果不会痛，就不是奉献。当然不能够很绝对了不能够说这个他讲的就是对的，但是你的奉献有没有让你感觉真的有感觉，是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是全然的献上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耶稣说，这个寡妇所投入的比众人所投的要更多，不是因为他的量，而是他的心所以44节，我们来看一下4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4节的地方一起念来。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寡妇把她一切的都投上了。我们对奉献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奉献的态度是给上帝小费呢，还是我真的真心的把一切全然都献给上帝？所以有钱跟富足是不一样的，各位，其实有钱跟富足是有很大的差别。有钱是你拥有很多，但是富足是你可以给出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能够给出去，你能够奉献出去，你能够帮助人，对人有益处，这个叫做富足。而有钱是你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也许有很多人有钱，但是并不富足，因为真正的富足是你能够给出去，去跟人做分享的。所以当上帝提升你的时候，祝福你的时候，包括很多时候上帝也许有时候会透过工作，透过你的环境，透过你的一切来祝福你。也许你的生活水准各方面会提升了，但是当你这些提升的时候，请记得不是只有提升你的生活水准，请记得也要提升你的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施予的程度，给予的程度，能够给予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因为你得帮助，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当然不是说叫你要投很多的钱在这里面，所以千万不要误会牧师今天要给大家施压，不是，而是当我们真心的服侍这些的弟兄姐妹，真心的服侍需要的族群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行动行为也是一个好的奉献。曾经有一个老姐妹，她没有什么样的才能，她不太会做什么事情，她只会做咸稀饭。然后她做咸稀饭做什么？当青少年团契聚会的时候，小朋友、年轻人他们没饭吃的时候，她给这些的年轻人在聚会前可以有饭吃。她那样的一个奉献，也许煮个咸稀饭没有什么，但是对那些的学生或是对来参加聚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帮助。所以看起来咸稀饭没有什么，但是对需要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所以上帝要的不是一个很大的量，不是要很多的钱，而是要我们能够真心的付出跟给予在那样的事情上，即使在最小的事情上面。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侍奉上帝是要回应上帝的爱，不是因为这个要从上帝那里捞到什么好处，或是获得什么样的一个财富。所以侍奉上帝是要回应上帝的爱的。好，所以这里也给我们提醒，有一个金币是这样说：不要因为你的才能或学识洋洋得意，反倒要因为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能够谦卑敬畏上帝。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知识、财富，或是这些的能力，是为了来回应上帝，来荣耀上帝，而不是为了要来赚取更多，或是让人家来肯定我们。另外一个要去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侍奉不能取代耶稣基督，所以我的侍奉或事工不是我生命的至宝，唯有基督才是生命的至宝。所以不要让你的侍奉取代了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侍奉工作比看耶稣基督还要重，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看重那个服事跟侍奉，不是没有这个位置我就没有价值了，不是这样，而是即使没有这个位置，我仍然能够来服侍基督了。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说啊，我没有这个服事的位置，我就没有办法来服侍上帝，并不是这样。所以不要让你的侍奉取代了基督，只有在服侍基督的时候，任何侍奉都是可以去做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是在台上、在台下、在台前、在台后，我们都能够透过这样来服侍上帝。好，第二个，侍奉上帝不是为了来荣耀自己，由上帝来怜悯，因为即使是一个好的传道人，也有可能是造成教会的祝福，也有可能是造成教会的伤害。所以不见得一个好的传道人就会是对教会有益处，不见得。侍奉上帝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要来荣耀上帝。所以有上帝怜悯，如果上帝给我们有极大的恩赐，让我们能够来服侍，让我们就知道应当将自己全然的献上，而不是为了来荣耀自己。所以传道人不是为了要去蒙召，不是为了要去娱乐别人，千万不要觉得牧师只是来上台做表演，或者是只是来娱乐大家，不是啊，是要真正的受命去替上帝说话。包括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包括我们所有服侍的同工，我们都奉召去为上帝说话，而不是为了去让别人得到娱乐，或是让别人得到这个快乐而已。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召去为上帝来说话的。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我想要让上帝使用我来荣耀他，跟我要让别人知道上帝使用我来荣耀他是不一样的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去夺取上帝的荣耀，而是能够真心的来侍奉，来服侍上帝。第三个，侍奉上帝是真实的献上自己，所以上帝能够透过我们所做的小事来成就大事。所以即使我们所给的也许不一定很多，是很少的，但是透过我们所给予的，上帝就透过我们来成就许多的事情。包括圣经里面提到那个奉献5饼2鱼的那个小朋友，即使那个便当可能只是够他一天吃饭用的，但是他那个便当可以让5000人可以吃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一个小小的服事、小小的奉献，对别人是有帮助的。所以侍奉上帝是真实的把自己也全然的献上。申命记的8章18节提醒这样的事情：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获财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奉献给上帝，是上帝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好让他所给我们的，我们来还在上帝的面前，来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
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当奉献的时候，请记得奉献不是给上帝小费，而是我们是还给上帝，让上帝来透过我们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来更多的使用在别人的身上。最后要分享这个尼拓生这个人他所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他说奉献不是我们牺牲，不是你给出去好像你少了，不是，而是奉献是上帝抬举我们，高举我们，让他可以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面对，或者是上帝可以抬举我们，让我们可以这样来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奉献，我们的奉献不是我们牺牲了金钱，不是我们牺牲了些什么，而是上帝抬举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提升，被高举，使我们能够来面对我们的主。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不是我们奉献了多少，而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全然的献给上帝。好，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要的是真实，而不是只是要大而已。上帝不是要我们做很多很大，或者是要量很多的服事奉献，不是这样。上帝要我们的是真实。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奉献都是出于真心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跟侍奉是出于真心的，是真实的，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看见或肯定，乃是要让你来看见，乃是要让你来鉴察。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也是坐在你的身上。即使我们所奉献的不多，然而全然给你的，主你都来使用，使众人得益处得帮助。愿你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个微小的金钱或是服事对人都有帮助，也使上帝来得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的传讲。那个腓立比书1章18节这样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就基督终究被传开了。所以传讲基督的福音是最重要的事。接着我们来金句背诵。今天的金句在马可福音12章44节，我们来念2遍，请。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马可福音12章44节，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马可福音12章44节。接下来是圣餐礼，圣餐诗歌与主合一。
姐妹，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现在疫情稍缓的时候，可以一起来举行这样的圣餐礼。当然，为了大家能够在环境上还有卫生上能够注意所以我们还是一样会用这个圣餐包的方式，我们会发下饼跟杯都是用这个塑胶膜包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拿到的饼跟杯没有人接触过，那都是完整的。那我们等一下也是一样，要请大家就是在发圣餐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主的儿女，那我们都欢迎跟邀请你能够来领受这个饼杯跟圣餐。所以这个饼杯跟圣餐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体的。今天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彼此互相打招呼，彼此互相的寒暄，我们已经不再被那个距离给限制了。现在稍微安全一点的时候，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考量跟行为，但是至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已经稍微拉近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圣餐，能够看到在主里面我们是彼此合一的。当然今天牧师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些的反省。在年纪还很幼小的时候，在小时候去上主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10块钱的纸钞，10块钱那时候还是纸钞，我相信很多人还知道以前10块钱是纸钞。我记得我奉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那时候我的母亲给我10块钱让我去奉献，结果我自己自以为聪明，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是我把10块钱丢进去，然后再捞一个5块钱出来。目的是为了什么？今天我只要奉献5块，我不是要奉献10块。可是你知道，人总是常常用这个取巧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然而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后来等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上帝的，因为单亲的妈妈所带的家庭，其实能够吃饱已经算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后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能把我自己全然的献上。当然我不是真的站在那个走进那个奉献袋里面踏在上面，要不然的话人家搞不好拿不动了。但是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这是我们应当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或是在新约的教导里面，这是实际的。旧约的圣经里面教导是11的奉献，在新约里面其实要更多，是全然的献上。所以罗马书里面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11奉献看起来是很高的标准，但是如果用新约的标准来看，是全然的献上。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不至于说变成是全部都要完全的献出来，但是我们的心态却是要全然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是全然的真心，全然的献上。我们请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新，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是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
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感谢我主上主是应当的。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净，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餐的同工请到台前来哈。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而且已经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宗派或教会施洗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一体。所以，请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位置上面，然后我们等一下圣餐会送到你的面前。那我们会先请服侍的同工先喷上酒精之后，然后我们再来领取。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请你站立起来，然后我们同工会将饼杯发下去给你。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所流的；这是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当我们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圣餐包，上面是一个饼跟杯。如果你只有拿到饼，或是只有拿到杯，也请跟我们的同工来示意一下，让我们能够补足你的这个饼杯。这个饼杯就是领受主的身体与宝血。所以，如果你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欢迎你从位置上面站立起来，然后我们将要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
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了，就请你坐下来哈。如果你已经拿到了饼杯，就请你坐下来。如果还没拿到，就请你继续是一样能够站立，然后我们的同工会发下来给你。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为我们所舍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拿到了饼杯，就请我们坐下来，然后等候我们同工都拿到了，弟兄姐妹都拿到，我们再一起来享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在主里都是一体的，所以无论我们从哪一个宗派哪个教会来，只要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领受这个饼杯。好，我们等大家都拿到之后，我们再一起打开来。你的。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拿到的？如果拿到的话，请我们一起拿起饼来，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一起来享用。慢慢来没有关系哈，因为这个是有塑胶套套着。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一起来享用。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基督耶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我们今天圣餐礼到这里。接下来回应礼，回应诗歌，我跟随主。在花木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处。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
灵常愿与主亲近，和主步履。他必领我安然奔跑，主从至经历，直走到我救主所应许目的。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伫立，我愿跟随。我们做一个奉献祷告，请书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弟兄姐妹，请坐。有没有新朋友？那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等一下的时候唱2遍，唱第2遍的时候，大家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家人。因着耶稣。
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并着耶稣同受丰盛的成年。弟兄姐妹，请坐。再是教会事工报告，请大家分开左报。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第24个主日，我们欢迎参加不管是实体或者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大家。那今天是11月的圣餐主日，教会能采用圣包的方式发放。那11月7号今天中午12点半，在201教室召开11月份的小组长会议，请小组长们准时参加。教会已经安排11月由各小组规划圣诞节场地布置，预计11月底完成布置。欢迎弟兄姐妹以及各小组为单位参与布置。11月11号到12号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在本堂举行牧职进修会，请为会议顺利祷告。那周四的查经祷告会将暂停一次。教会近期将整理6楼作为大空间聚会的场地来使用，我们请为6楼使用及安排奉献来做祷告。明年度就2020年新任执事同工，有增加3位，萧天一弟兄、林红玲姐妹，还有翁荣哲弟兄3位，上帝祝福他们。那10月24号聚会前3周会公布，会友们如果对人选没有异议的话，将于聚会中公开接纳及通过授予的职务。疫情指挥中心宣布，11月2号到11月15日仍然维持警戒标准为第2级，聚会场所已取消人数及免额座的限制，请依招待同工指示来办理。11月7号在5楼餐厅有洗礼前造就班的开课，有意愿受理或转入会籍的弟兄姐妹，请向蔡牧师来报名。下周日就是1月14号的中午12点半，在201教室召开第59届的记忆会。接下来就是1点半召开11月的执事会议，请执事们准时参加。请为秋季自艺人学院的课程，以及227位学员的祝日平安学习愉快来祷告。教会与2021年的爱读经计划，请为参加免入研经班会有灵修生命的增长来代祷。成人主日学、红本门徒，还有新约导论的课程，学院预备上课作为撰写及上课时分享讨论，并关心本堂延伸神学教育来做祷告。也为我们明年度教会增长人数到200人来祷告，求上帝加添得救的人。再最后一点补充报告，我们征求号角队的勇士，如果愿意参加我们号角队的话，请向我们组长、建宁姐妹，报名一下。是。牧师有没有要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报告一下，我们去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去年的聚会人数的目标希望可以达到180个人。那我们的记忆会的报告已经统计出来，我们去年的整年的年度的人数是179位平均。所以虽然是只有差1位，但是感谢上帝，让我们已经逼近跟达到这样的要求跟标准。那我们期待这不是一个要求，对不起，刚有点口误了，不是要求，而是期待我们能够更多有机会将福音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来
到教会里面来，能够领受上帝的祝福，跟我们在座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们期待今年上帝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也许不一定能够达标，达到真正的标准，但是当我们能够逼近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停滞的，是我们是能够一直不断的有福音的动力。所以牧师也期待明年，刚刚有在讲道当中有稍微有这个跟大家做一点那个提醒跟说明了，明年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可以到马祖去做探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短宣了短宣可能还要预备更多的，但是我们明年期待可以去探访跟关心在马祖那个地方的教会，特别我们有一位郑先章牧师在北竿，还有在南竿的话是以前在高位服侍的戴祖生牧师，那今年11月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南竿的教会也要献堂了所以我们期待明年我们能够有机会到外岛的地方去关心跟关怀这个教会，还有当地的偏乡的需要。所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如果你有意愿或是愿意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探宣队，那我们探宣队人数没有办法很多，所以额满为止大概将近希望可以在10个人左右，所以额满为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能够来跟牧师报名。那但是我们不是带着要去只是要去观光的心态，我们希望是真的去关心跟了解当地的教会，所以希望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志，我们再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探宣的队伍。那期待我们去帮助当地的教会，也去能够了解当地教会的需要，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接下来治理消息，我们为施打疫苗的会友在施打过程中有平安，施打后有很良好的抗力来祷告，也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神赐他们健康的身体。以上，弟兄姐妹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生命，三位一体，同荣共争。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将又大又真又美好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无论服侍、侍奉、奉献，我们都带着真实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将我们全人献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殿乐